古印度修行，农历4月15到7月15日，因为天气热了，很多昆虫、小动物、小生命、小众生，要避免外出去踩死它们，所以说节下安居。节下安居就好像3个月了，避免外出去活动。7月15，节下结束的日子开放，所以7月15开始活动了，有办宜兰盆法会。那佛教传到中国就办那个普渡，7月15普渡法会。